你敢唔敢相信，由蒙大拿州撲向人群嘅海星怪物，到地下鐵隧道入邊濕立嘅雜交生物，由阿根廷凌晨公路中央扭嚟扭去嘅地獄犬，到你睡房天花板隨時垂下嚟嘅黑色豬群，呢啲唔係傳說，而係一場而家發生緊嘅全球異常目擊熱潮。我哋已經鎖定20宗最嚇人嘅事件，入侵隨時就喺你身邊開始，準備好未？真相遠比傳說更加近。喺呢段神秘片段入邊，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居民喺下水道出口影到神秘水生生物。當佢首次被見到浮上水面嘅時候，佢睇落似條鰻魚。就算係咁都好荒謬，因為呢個區域根本冇鰻魚。但係之後佢躍出水面撲向前面嘅某樣嘢，佢嘅面部同地球上任何鰻魚都唔同，頭部輪廓似海豚，胸鰭都係一樣，但係眼嘴同面部結構就似鰻魚。可能因為生活喺污濁環境入邊，佢嘅身體都呈現深暗色。當佢成功捉到幾片花瓣之後，就潛返水中游走咗。成段片段充滿謎團，你知唔知呢個究竟係咩生物？因為我完全毫無頭緒。阿根廷雷肯基斯塔地區嘅一段詭異片段喺網上瘋傳，畫面入邊出現嘅生物驚慄。呢段2025年7月上傳到 YouTube 嘅片段顯示，凌晨1點30分，有個黑影坐喺道路中央，冇人知道嗰係咩。呢個神秘生物四肢又長，身體用詭異嘅方式扭動，完全唔符合動物嘅行為模式，所以有人叫佢係名為地獄犬或者洛博中嘅超自然存在。睇完呢一段片段，你有咩諗法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你嘅見解。幾日前，有人喺美國蒙大拿州嘅路邊偶然影到呢隻怪異生物。片段入面見到呢樣嘢嘅移動方式極度詭異，佢個樣似海星，但皮膚係深色，7條肢體上面有黃色斑紋。拍攝者揸車嘅時候發現咗佢，行近嘅時候呢樣嘢突然開始蠕動。最驚嚇嘅係佢突然用2條肢體企直起身撲向個女子，露出黃綠色嘅腹部，近距離睇真係嚇到人打冷震。跟住佢反向走甩，最後消失喺渾濁嘅泥水入邊。因為事發地點喺太陽河附近嘅大瀑布城，大家覺得呢一個係未確認嘅水生怪種。唔耐之前 Instagram 上面上傳咗一段朦朧詭異嘅片段，影到紐約地下鐵維修工喺儲物室發現嘅怪異動物。畫面入邊嗰隻濕立立黑漆漆似鼠非鼠嘅生物，後腳生住鴨仔咁嘅蹼腳，前肢就張開又長嘅爪狀指頭。佢對眼因為相機閃光而發光，生住類似老鼠嘅鬚，但腳部同面部特質同任何已知動物都唔夾。網友即刻將佢叫做紐約獨有嘅罕見雜交生物，真係令人震驚。喺阿拉伯半島南部嘅哈德拉姆地區，一段令人震驚嘅片段影到一隻地精喺池塘邊飲水，拍攝日期唔長。當地居民喺草叢後面發現咗一個詭異身影，當佢睇清對方裸露嘅皮膚之後，行近查看，就被眼前嘅景象徹底嚇呆。雖然膚色正常，但全身冇毛嘅特質顯得異常古怪。嗰扭曲瘦削嘅身軀絕對唔可能係人類。毫無疑問，呢只係地精。佢喺污糟有毒嘅池塘慢慢飲水嘅時候，仲拖住條白色嘅山羊鬚。之後佢突然轉向拍攝者方向，明顯感應到附近有塊面冇任何表情，頭骨凸起，好似皮膚直接包住頭骨，眼窩深陷喺顱骨入邊，尖長嘅下巴配住招風耳。拍攝者嚇到即刻轉身走。而家冇揾到其他人影到嘅相關影像。TikTok 用戶克里茲先生喺猶他州某處影低咗呢一段神秘遭遇片段，記錄咗佢露營嘅時候最離奇嘅經歷之一。就喺距離帳篷幾米遠嘅位置，佢見到一個黑影住佢。佢用手電筒同相機想睇清對方，但就算係咁都睇唔清。呢個神秘身影只得嗰對反光嘅眼喺手電筒照射下幽幽發光。呢個唔可能係人類，但佢好似人一樣企直，身形高大。發佈者聲稱唔係熊，因為冇見到或者聽到屬於熊嘅任何動靜。呢個詭秘嘅身影毫無聲息。喺驚嚇嘅對峙之後，嗰對眼突然消失咗。佢唔敢停留，掉低所有裝備，衝向吉普車。阿巴拉契亞山脈嘅追蹤相機影到一隻難以置信嘅生物，佢正在飲水，但外貌特質令人震驚。佢把嘴呈喙狀，雙眼發光，耳朵細短但係尖銳，頭部絕對唔係鹿。
地動物就生住陸地動物嘅身軀，顯得異常古怪。修長嘅類人四肢，手腳大到遠超過人類比例。呢個絕對唔係偽裝服飾，因為皮膚質感同細節都太過銳利清晰。後腦豎筒，頸部有毛髮，身體其他部位就起初我並冇察覺，直到重播嘅時候仔細睇，你有冇見到佢背上生住兩片巨大嘅烏蠅咁嘅翅膀？因為剪輯嘅時候畫面被截斷，我哋冇辦法知到後續發展。閉路電視影到一隻試圖捕食兔仔嘅傳說野獸，事發地點距離芒福德只係得3公里左右，就係我哋之前報道過嘅密蘇里州特納市附近。佢生住幼長口吻，雙眼發住捕食者嘅凶光，對嗰班動物虎視眈眈。可惜佢運氣唔好，主人剛啱買咗一隻德國牧羊犬，因為3星期前斯普林菲爾德傳出捕獲怪物嘅消息之後，佢哋都安裝咗閉路電視。牧羊犬保護咗兔群，最後將怪物嚇走。喺密蘇里州格林縣嘅芒福德鎮，一部夜視攝影機影到一隻試圖叼走農戶綿羊嘅掠食者。呢隻強壯嘅怪物成功破壞咗門鎖，就喺拼命掙脫嘅時候卡咗喺木柵欄之間。但係呢一個絕對唔係普通嘅掠食動物，仔細觀察佢嘅面部，狼咁嘅口吻生住，異常巨大尖銳嘅犬齒，成塊面就好似懶熊。更令人不安嘅係，佢抓牢柵欄試圖脫困嘅時後露出嘅利爪。懶熊並非北美本土物種，令到呢一次目擊事件更加難明。呢一段2021年拍攝嘅動作，感應閉路電視錄影捕捉到而家都解釋唔到嘅畫面。閉路電視安裝喺美國特拉華州某公園附近，佢記錄低一隻巨型爬行生物由樹林入面現身，頭部形狀怪異，肩後仲有隆起嘅巨大肉峰，甚至拖住一條長長嘅蜥蜴狀尾巴。佢奔跑嘅時候壓低身姿嘅姿勢，好似試圖隱藏行蹤，就被閉路電視清晰影低。之後保安查看錄影之後向當局匯報，當局封鎖區域展開搜索，就冇辦法追蹤到佢嘅下落。位於巴西海岸最南端嘅卡西諾海灘，日出時分，晨運嘅人突然發現咗令佢地心寒經歷嘅嘢。海浪推過嚟一個巨大嘅物體，佢扭曲變形，呈灰白色，完全唔似佢哋平時見慣嘅海洋生物，唔係鯨魚，亦都唔係鯊魚，睇落似某種未知嘅存在。呢具屍體有厚實嘅皮膚同奇怪嘅骨骼，同研究人員記錄過嘅任何物種都唔相符。空氣入邊仲瀰漫住惡臭，令到成個場景更加詭異。唔耐之後，附近城鎮嘅漁民匯報話，喺水入邊都發現咗類似嘅殘骸，好似同一生物嘅碎片散落喺呢片海岸線上面。專家被召集過嚟，就冇人可以俾出明確答案。呢段影像記錄咗一個皮行者正喺度變身嘅過程。起初以為只係隻流浪狗，但仔細睇嘅時候，發現佢面部畸形，完全唔似犬類，而係某種嚇人嘅生物。毫無疑問，呢個係皮行者。畫面捕捉到咗佢變身嘅瞬間。片段最恐怖嘅係，拍攝者冇留意到呢個皮行者正喺度變成傳說中嘅怪物。呢啲古老而神秘嘅小型生物被困喺接近300年樹齡嘅橡樹林入邊，而且數量相當多。2025年10月20號，由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橡樹巷種植園附近嘅行山者拍攝，呢啲未知小生物正透過前後擺動頭部進行奇特防禦。呢一個舉動被鏡頭捕捉。女性目擊者吉塞爾艾米麗毫無防備，佢哋頭部鋪滿老人般嘅灰白毛髮，身體就蒼白毛，生住6條幼長嘅腳，仲有2根幼長嘅觸鬚向後彎曲覆蓋喺身體上面。佢哋嘅一切都顯得怪異而難以理解。如果你哋有人知道呢啲係咩，請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哋知，仲要話俾我哋知呢啲生物究竟有咩功能。沙灘上面突然出現嘅異物，令到期待執貝殼浮木嘅遊客遇到咗噩夢般嘅場景。一具巨大腐爛嘅物體被沖上岸邊，露出嘅肉質同扭曲殘骸令到佢難以辨認。又長軀幹上面疑似魚鰭或者肢體嘅凸起，暗示呢個可能曾經係海豚、海豹或者大型魚類。海洋生物腐爛嘅時候，往往呈現詭異形態，變成怪物般嘅樣貌。多年嚟類似發現最後多數被證實係腐爛嘅鯨魚或者海豹，但萬一今次係第啲嘢呢？官方一直都冇俾出定論。一段網絡怪談片段影到懸崖邊有個駝背地精般嘅生物，佢好似喺岩石之間揾緊咩嘢，動作輕緩但令人不安。
佢嘅特質完全符合民間傳說入面對地精嘅描述，矮小、高離兒且詭異。睇呢段影像嘅時候，觀眾不禁好奇佢究竟喺度揾緊咩，或者嚟自邊度？呢個可能係地球上最糟糕嘅屋企。後院爬屋嘅橫梁入面爬滿灰色嘅小魚蟲，佢哋整整齊齊咁扭動緊。呢個場景令人心寒驚慄。而睡房入面浴室牆邊嘅情況更加可怕，幾十隻黑色蜘蛛狀生物正由天花板垂落。佢即刻搬走咗呢間啱啱喺美國路易斯維爾韋弗利山買落嘅屋企。以下嘅畫面由巴西隆德里納市某 Airbnb 租客家庭拍攝。喺呢段令人不安嘅片段入面，呢個家庭正同房東一齊倒裝滿呢啲詭異竹節蟲嘅袋，地面上面散落住成千上百條幼長蟲體，佢哋深褐色嘅身軀延伸出多根尖銳附肢，之後被確認為竹節蟲。但係最嚇人嘅係發現地點，呢一個家庭租用嘅3房廉價屋企入邊，竟然有2間房嘅窗邊同後院走廊爬滿呢啲可怕生物。喺聯絡動物管控部門之前，佢哋為保險起見錄製咗現場片段。呢段片段展示咗一個噩夢般嘅場景。蜘蛛被蟲草菌完全控制，處於感染末期。真菌正係操控蜘蛛嘅行動，逼住蜘蛛盡量爬去高處，等真菌生長，並將孢子釋放喺空氣入邊。科學家研究呢一個奇特現象多年，蟲草菌以控制昆蟲同蜘蛛聞名，慢慢改變宿主行為，直至真菌傳播。呢個係自然界最令人不安嘅過程之一。2025年11月20號，巴西聖法蘭西斯科嘅漁夫捕獲咗呢隻神秘生物，佢正喺度救釣魚尾垂釣，就震驚咁發現釣上嚟嘅唔係鯰魚，全身灰白嘅身軀有貫穿背部嘅獨特紋路，仲生住海豹般嘅旗幟，頭部似爬行動物一樣。但最難以置信嘅係，佢頸部有奇怪嘅附屬物，顏色同佢游走之前窺探嘅時候呈現嘅一樣。攝影機仲影到咗佢修長嘅蛇形尾巴，而且全身冇任何鰭狀結構。之後佢多次返呢個地方，但只係得2次再遇到呢隻生物。喺加利福尼亞蒙特雷灣，有人發現一個奇異生物正隨住河水漂流。起初大家完全唔明白眼前所見係咩嘢，嗰個係柔軟嘅棕色物體，正隨住水流慢慢移動，身體光滑圓潤，好似摺疊嘅毛氈，喺水面下面輕輕飄蕩。每隔幾秒，佢嘅兩側就會抬起推水，幫自己滑行。當佢靠近岸邊嘅時候，大家留意到佢頭頂有2節細短嘅耳朵撞突起，仲有好似柔軟翅膀般張開嘅寬大身軀，動作怪異到近乎虛幻。但之後證實呢個係海兔，常見於沿海水域嘅海曲雷。呢隻剛好飄咗入河流，令大家見到罕見而震撼嘅景象。喺呢段片段入面，我有件嚴肅嘅事要講。首先，等我哋傾下澳洲某處未知洞穴入邊被影到嘅究竟係咩？據稱，一班青少年影到咗呢隻極度怪異嘅變異生物。佢有紫藍色水母般嘅身軀，頭部呈球根狀畸形，頂端有2個孔洞，但同水母唔同。呢個生物竟然有11條腳，你冇聽錯，11條腳圍住圓形身軀分布。青少年仲向佢掉咗個沙灘球，佢迅速捉住球體，並由2個孔洞其中一個噴出水柱。而家要重點討論呢個部分，因為已知資訊不足，加上呢個生物難以置信嘅外形同非自然運動方式，我高度懷疑呢段片段並非實遭遇。就算畫面入邊嘅生物確實令人不安，所以你覺得呢？請喺下面分享你明智嘅睇法啦。一名遊客正坐喺蘇格蘭海恩歌姆山嘅石牆上面休息，突然留意到異常現象。佢喺花崗岩上面移動，原來呢個係一隻毛蟲，但係唔係普通品種。佢嘅身體生住柔軟嘅白花瓣狀突起，仲有圓形嘅紅色斑點，好似微型山景裝飾。遊客住佢慢慢爬過岩石粗糙嘅表面，有時停頓一陣，最後滑下岩邊向草叢走去。原來當地人叫佢做高山花毛蟲 Floropila alpina， 據稱係一種以雲霧繚繞嘅草本植物花蜜為食嘅珍稀物種。一段網絡瘋傳嘅片段震驚咗所有人。2個男人影到疑似雙頭鹿喺樹林入邊遊蕩嘅畫面。呢頭鹿只得1個身軀，就生住2條頸，第2條頸嘅生長位置略低過第1條。雖然片段真實而且詭異，但大家認為攝影機
同光線角度製造咗錯覺，實際上只係兩隻碌重疊，就睇落似生咗兩個頭一樣。不過有人確實見過患基因變異嘅 K 型碌，所以佢哋認為呢個可能係罕見而可怕嘅基因突變。冇明顯五官，耳朵怪異，下巴仲垂住觸鬚，呢一種生物唔可能係真實嘅啩。佢全身雪白，似山羊同未知生物嘅雜交體。同樣地，呢兩頭造型古怪嘅生物真係離奇到唔真實。而事實就係咁，經過異常目擊嘅仔細查詢，原來佢哋全部都係由 CGI 藝術家創造嘅，目的就係令人發噩夢咩？因為片段畫質同構圖問題，好難判斷呢個可怕生物出現嘅位置。佢全身濕立立黏粒，皮膚似青蛙一樣發綠，頭部就似某種令人心寒驚慄嘅爬行動物。越多人觀察呢個生物，就顯得越詭異。佢生住蹼狀手掌，純黑嘅眼珠冇眼白，手爪延伸至後背，仲有某種皮膜狀結構。呢個明顯係種魚形人怪，我估佢最可能棲息喺池塘或者渾濁嘅河流入邊。呢啲令人心寒驚慄嘅爬蟲係喺佛羅里達州迷迭香海灘附近嘅98號公路旁被影到㗎。係啊，路邊嘅景象令人起雞皮，好似一大群蜈蚣正以整體形態移動，睇落似一張活地氈喺地面滑動。片段入面成千上萬條細腳以完美節奏擺動，產生成團生物都喺度呼吸嘅詭異錯覺。佢哋蠕動嘅時候，黏粒濕潤嘅外觀令人極度唔舒服。呢個實際上可能係一大群管狀蠕蟲。呢啲紅色小蟲聚集成團，睇落似一隻巨型生物，而唔係幾千隻微小個體形成令人心寒驚慄嘅可怕形態。咁呢期嘅內容就到此為止啦。你對呢期嘅邊個發現感到最驚訝呢？或者你仲知唔知其他類似發現呢？請喺下面同我哋一齊分享。同時請睇下而家熒幕上面出現嘅其他超正嘅精彩內容。我哋下期再見。